多謝主席。嗱，主席，我發言咧係支持涂謹申議員嗰個修正案嘅。咁呢一個就係主要就係為不遵從專員嘅要求而訂定嗰個刑事罰則。咁嗰個條例第53條就專員執行其職能嘅進一步權力咧，去訂定條文。條例草案嘅第13條修訂呢個第53條啦，以訂明專員咧可以為執行佢嘅職能要求任何公職人員或者其他人咧向佢提供任何受保護嘅成果。咁修正案咧就係刪去咗呢個第13條，而代以新嘅第13條加入新訂嘅3大 A 款，就修訂呢個第53.5條。就希望可以達至咧，即係以下嘅效力嘅。第一就係任何人如果唔遵從專員根據條例第53.1A 條，即係有關向專員提供資料同埋回答專員問題施加嘅要求，咁就屬於犯罪，可以處監禁2年。同埋咧，第二就係專員執行佢嘅職能嘅時候，根據條例第53.5條咧，需依從嘅程序就可以包括就受保護成果作書面記錄或者摘要。嗱，呢一個即係修正案咧，我覺得係即係非常之合理嘅嚇。嗱，我哋睇翻嗰個3A 嗰度，任何人不遵從專員按照第1.4A 施加要求，即屬犯罪，可處監禁2年嗰度。所謂1A 嗰個條款嘅要求就係指咧，佢要求任何公職人員或者任何其他人喺專員即係喺作出該要求時指明嘅時間裏邊咧，以專員或者喺作出呢個要求嘅時候指明嘅方式回答任何問題，同埋向專員提供佢所管有或者控制嘅任何資料、文件同埋其他事宜。嗱，涂議員嘅修正案係非常之合理嘅。嗱，如果我哋用一個逆向思維去睇，如果呢一個修正案，如果即係冇呢個修正案，或者呢個修正案根本就冇辦法通過，咁個效果會點咧？即係調翻轉嚟睇，個效果咧就係成條53條都係廢嘅，整條條文係咪？專員要求公職人員回答，咁咪點啊？係咪？因為公職人員可以自由選擇唔回答專員嘅問題，或者遊花園，反正都冇罰則嘅，係咪？咁所謂第53條專員嘅進一步權力，咪即係廢嘅，係咪啊？嗱，即使當局即係話會有啲實務守則咧規範呢啲公職人員，係嘛？但係都係無助我哋而家要修訂呢一條條例咧，係嘛？咁你希望即係話可以利用呢個機會去改善啊？咁呢一個基礎變咗就冇咗㗎啦，係嘛？嗱，另外涂議員嘅修正案咧，亦都喺第53.4條個其他事宜裏邊加入咗咧，包括任何受保護成果，不論佢是否包含任何享有或可能享有法律專業保密權利嘅資料。咁喺第53.5條之中咧，專員係佢可以決定喺佢執行佢喺本條例下邊嘅職能嘅時候，需要依循嘅程序之後，就加入咗呢個。包括就受保護成果作書面記錄或摘要，咁你梗係覺得佢多此一舉啦，係咪呢個講法係咪先？嗱，實際上就係話專員都要善用你嗰個權力先得㗎，係嘛？要善用你嗰個監察權啊嘛。嗱，即係話包括任何即係受保護嘅成果，只要包含法律專業保密權嘅資料，明顯係唔足夠㗎嘛，係咪啊？咁所以。即係呢個前專員胡國興法官喺首份年報已經講咗啦，佢話咧嗱，佢有提到一樣嘢嘅，佢話條例本身對新聞材料嘅着墨較諸於法律專業保密權有所不及，曾經建議條例即係話可以仿效保護法律專業保密權嘅條文，增設呢個新聞專業保密權，咁令到即係話新聞記者佢接近信息啊，採訪新聞。佢係受到即係法律條文嘅保障，係咪？因為我哋成日講新聞自由，新聞自由唔係齋講新聞自由4個字噶嘛。新聞自由包括表達意見嘅自由，要包括你接近信息嘅自由啊嘛。所以政府一定係要即係要有透明度，透明度唔係就揾把口講透明度噶嘛。你起碼有資訊自由流通法，係咪啊？你而家冇嘅，而家係有啲指引嘅啫，係咪？
你喺前朝啊，已經有人提私人條例草案，而家做緊官啦，嗰個叫做陸恭蕙係咪？就係嗰個所謂英文叫 Information Freedom Act 類似呢啲咁嘢咧，資訊自由流通。咁你喺呢種情況底下，你又冇辦法去保護呢啲新聞材料，即係嗰個所謂新聞專業嘅保密權冇嘅。咁你記者個正常採訪工作，所以我哋作為接近信息嘅自由或者消息流通係靠呢啲人去採訪噶嘛，係咪？所以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係咪？嗱，自從2006年8月呢個條例生效咗之後咧，即係講呢個截取通訊同埋秘密監察，至到2013年12月，總共係有7宗執法人員竊聽期間截聽新聞材料嘅個案。當中部分個案反映咗執法或者司法人員咧對於判斷新聞材料嗰個敏感度不足，保護消息來源咧，即係對我哋嚟講好重要嘅，係捍衛呢個新聞自由嘅一個好重要嘅防線，係咪？所以你同嗰個消息來源嗰個對話，係咪應該盡量避免俾執法人員去截聽咧？係咪？所以我希望即係話當局日後檢討條例嘅時候，可唔可以用一個相同嘅標準，對呢個法律專業保密權一樣，係嘛？將呢個新聞專業保密權都擺埋落去，係嘛？即係話喺條例上邊咧有明文去規定新聞材料享有保密權，規定執法機關喺申請呢啲所謂截取通訊嘅授權嘅時候，必須喺誓章述明，佢取得可能含有新聞材料保密權嘅嗰個所謂評估，係嘛？有幾多機會佢定咗一個咁嘅目標之後，佢去做呢一個截取通訊嘅時候，佢係有可能會接觸到呢啲所謂新聞嘅材料，係嘛？佢要評估一下嘅，係咪？咁如果日後出現可能會影響呢個評估嘅變化，咁啊執法機關咧，實在佢係有責任要向小組法官咧係提交報告。即係點解要咁做咧？咁樣嘅話咧，即係以後呢個小組法官決定係咪取消有關截聽授權嘅時候咧，又或者喺繼續截聽嘅時候需要施加一啲額外條件嘅時候咧，佢有得依據啊嘛，係咪？好多時，喂，即係你去攞嗰個授權都行禮如儀嘅啫嘛，大佬，你只要符合一啲基本嘅條件，咁你理論上佢實批你㗎啦，係咪？等於而家你要攞搜查令入屋，有一間又話人哋不誠實使用電腦，有犯罪意圖，不誠實意圖使用電腦嗰啲咁樣，有理冇理啊，搬咗人哋個台電腦走先，第一件事。而家都係㗎，入屋㗎。其實有冇攞到授權，我哋都懷疑有啲人係戇居居唔知㗎嘛。你試下，即係嗰啲識得呢啲，你入去阿莫乃哥屋企啦，係咪？要搬個電腦㗎啦，佢點紅點綠點咗俾部電腦你係冇上網嘅都得㗎。我話俾你聽，希望查查係咪？嗱，連個 hard disk 一早都掹咗出嚟啊，係咪？所以我哋嗰陣時，我最記得嘅，我哋開始有搞政治組織嘅時候，我已經話俾啲人聽，訓令啲我哋嗰啲助理人員，所有要擺財務資料、會員名冊嘅嗰啲電腦，絕對不能上網。攞一部完全唔上網嘅電腦，係咪？仲有要有密碼，得1個人至2個人可以用嘅啫。我話俾你聽啊，係咪啊？咁個 hard disk 咧就係，喂，我唔用嘅時候，我掹咗出嚟啊！直情係等你喺度搞啊啦，邊有得搞啊你係咪？喂，我哋呢啲識做呢啲預防措施啦，但係一般人佢係唔識噶嘛，大佬係咪？任你如取如攜，入屋第一件事就係搬人哋部電腦，最叻係呢樣噶啦，係咪？嗱，呢個當然即係同而家我哋所講嘅有少少即係離題啦。咁但係即係話你司法即係執法人員啦，對嗰個判斷，即係所謂新聞材料啊，或者啲相關材料，佢嗰個判斷能力有問題噶嘛，係咪？所以我哋覺得即係話對於呢啲所謂新聞材料享有保密權，係嘛？規定呢啲執法機構申請授權嘅時候，要喺誓章嗰度述明。取得可能含有新聞材料保密權嘅嗰啲，即係嗰啲可能性嘅評估，一定要有，係嘛？咁你係利便呢個小法官，即係決定係咪要取消有關截聽授權，或者繼續截聽嘅時候，係咪要施加啲額外條件咧？佢有啲依據，係嘛？即係至於喺未更改授權前已經截聽到嘅新聞材料，亦都不能夠使用，係要予以銷毀，
咁啊，以保障呢個記者同消息來源嘅通話咧係不會即係泄露咁啊。嗱，當然我哋有個主觀嘅意願咧，就希望可以提高專員嗰個監察權力去制衡啲執法機關，但係同時咧，亦都需要專員負更大嘅責任，係嘛？所以基於呢個原則咧，本席對於涂議員嘅修正案咧，即係呢一條即係第13條咧，我哋係支持嘅。多謝主席。